了事下人甲阮偷，害阮一人软一跤，是要小可咧真懵懂安尼。哦，比如说，我今仔毋是，我今仔无重点聊哦，我是讲你看，你看拗斗来咧帮助企业。比如说，这个企业有即款的个性，有即款的个性。哦，啊，咱如果这个企业若无去的时阵，全这个完全无去。啊，所以是安怎？阮即我参考对了吼，去教育部甲迄江朝祥部长，真正长倒后，要长倒后，所以几也是呢，进个国小，一礼拜一节母语课，话家长嘛反对甲，台语也无袂课，你创啥学啥啊？甚至我老师拢反对吼，所有改进吼，拢是安尼啦，拢是安尼。迄像即个高阳遐吼，贵幼稚园啦，幼儿园咱台南即路面应该爱加伊。为幼稚园一直到高中、高职，全部每一档爱接受方式评价。所以头仔逐个反对我呢，你敢知影？即摆经过落烧了时逐个要表现知影讲，这台剧是完整的真诶啦，真正剧是无去诶啦，真正剧是本土教育诶啦。我即摆是逐个因人拢是要成功拢表现诶。我讲来，我10分钟无够你，我20分钟，我互你。半点落来，对对，水讲，水讲，确实要表现啦。但是第一届时我反大，阮排球，这课都教了，要教到台语，现在有个大点好。迄个像我早期时这用电脑是嘛，考这意思啦。迄阵电脑无爱学学，加做事的，对做事的。时代出现就是安尼嘛吼。南光调，来，我家听一个，伊遮在就听一个第一遍听吼。满玫瑰流入啊西窗，偏偏照我手啊空空。我人将话一送去隔壁招别人。拖地龙，来得啊，来，我讲我来，好。咱袂当互我听，要偌济时间，咱到8点半。中国的，我刚姐这你来嗨对不对？那个变嗨对不对？来，我关下来，来，咱个台语除了阿文斗鼓以外，除了有音乐性以外，咱台语佫上道，你听过我汉语这道，大家知影这道理吼，咱还佫有上道，好，时间的关系，我来放弃，因为后壁有较精彩吼。啥物叫上道？譬如讲我姓董，姓董是台语来讲，我姓董，但是佫有另外一个古董的董，对不对？你姓林，但是佫有一个树拿的拿；你姓叶，但是佫有树叶的叶，对，上道。你看千万一千，这边叫做特殊音啦，这边叫做白话音啦千万一千，树林树拿，黄昏黄色木材木工林松落霜大海大海。江山、红山、空中空处、流合、入恶、风水、冷水、圆满、客满、元朗、月明，我来记，咱台语上道。好，这个上道就做成什么呢？我来复习了嘛所以咱这个中央演艺里面你我就讲杨贵妃甲咱讲共款的闽南语，其实咧讲啥？就是咱台语的特殊音。保留了当朝的中安的歌话啦，应该安尼讲较对啦。我讲对，咱头讲上道对不对？一道是叫特殊音嘛，叫做文言音嘛。咱的文言音就是保留了当朝中安的歌话啦，应该讲。因为贵无甲你讲共款的，但是咱讲咱的特殊音，咱的文言甲伊呢有雷同的所在啦，是安尼，就咧讲这啦讲这所以咱来看者咱来看者来。这用鼻音的什么叫鼻音？就是呢，咱碰起来你讲的话，免解说啦，免解说，免解说，讲白啦，讲白，来，咱跳一来。知是随身宝，财是国家丁，一字值千金，千金难百姓献心，劝人读书着认字，看得来，写得去。百般货物都有钱，件件货物都需
啊，免教啊，你那放下就安尼讲话啊，啊，安尼讲话啊，啊当时呢，汉人啊册内底有一本叫《清金报》，就是安尼写，专门咧写呢，写这啥物呢？写这农业时代，农业时代遐个记绍的啦吼，啊是遐做事人的一寡遐农具的内底拢有吼，啊，这本就叫《清金报》，啊，这种地音的，啊，过来，吼，过来是你看哦，啊，有文音的，嘿，这就你就无一定读有哦。嘿，他拄仔是人咧讲的话啦，啊，这是咧读的话啦，这毋是人咧讲的话，啊，所以你无一定会读有，啊，你来看下你看哦。关金鱼港股，有想讲我爱大声啊，爱大声来听啊，你来。关金鱼港股，无股不成金，地地比，将心比心，酒逢知己饮，四向会经营，相识满天下。以心明以人，相逢好事初相识，道地终无万分心。近水知牛食，近山识鸟音。伊中伊退山溪水，伊反伊福小人心。温故今心铁落，时来铁心金。我头前仔真系喺度念啊，已经过3个月，我已经教3个月啦吼，所以叫学着个啦，即无啥学着个吼。啊，就是我讲吼，这汉人这物件有咧价值，应该是爱甲恢复回来啦吼。啊，这就叫，他拄仔叫做北音，啊，所以你看，大家拢会晓答，伊迄人咧讲的话啊，啊，这毋是人咧讲的话嘛。咱讲是啊，他咧讲，如果你特别咧点韩文，啊，是照安尼咧讲，啊，所以爱用文音，爱用读书音，来。这我伫这个写有讲，来，这吼三国演义吼，咱看到这对毋对？对嘛？其实我真喜欢吼，我感觉吼安尼社会安尼纷纷扰扰，我讲过去毋得消除啊，都俏当中，俏当中吼。来，咱较来，滚滚流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天空。青山依旧在，几多雪拥红。别发五角甘珠香，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毒酒理相逢，故人多少处，都有笑当中。哇，你看，是用第一个就是喏，叫做味的。啊，你我讲下来啦，滚滚长江东逝水，迄句我就无啦。最后。时间差不多啦，最后我即个来结束吼，结束啊。讲伊家己记得无记得的时吼，我早期咧学时就是为遮体会着。即首来咱拢捌读过，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一些，毋对，大拢有读过。但是呢，你若要用家己读的时吼，你根本就无法度去了解牙龟当然是迄个心情，迄个荒漠山河迄个悲壮、愤慨、甲愤怒的这心情。因安怎讲？伊所有的文卡全部用出声，用出声，用出声字，出声。啊，所以就按家己来读的时候，考度读出伊即个伊即个字出来，啊，伊即个字出来啦吼。啊，你看，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有血，抬目眼，仰天中上，壮来激烈。三七公明，平乌土，八千里路，文和骨。木顶寒，除了少年条，空皮切，净空气，幽味雪。新主文何时别？大中府达好荷兰山发，种植基产河路竹，俏谈口音东路黑，太中条修习旧山河，飘天发。该有几多无几多我毋知影，我无时间我就去用即个将进酒吼，啊若无就是纯感冒个尔。因为安尼遐拢体会啦，吼，特别这物件。你用国语来读，甲用台语来读是台语一条无输，吼，一条也无输啦。讲伊的开口有伊的特色出来，吼，特色出来，吼。啊，所以啊时间应到吼，也会倒啦，吼，我会当结束啦，吼。最后我要用这段话，伊这段话当然是吼，接工一个时阵，我就看这段话，互我深深的感动，感动啊！啊，所以我最后用这段话来做今日嘅结束，啊，无时间就讲问问题啦，吼。1930年的时阵，迄阵台湾的气候，迄阵啊叫做啥物呢？昭和5年。一句时代时阵，迄阵时阵台湾囡仔嘛足有出来啦讲，读册好出来啦。啊，我
我是讲河洛话啊，我是讲台语啊，我是讲我阿娘的话啊，结果时阵我咱下一届咱的囡仔煞拢讲一句啊，所以当然是知识分子吴兆辉啊，这是高雄人吴兆辉，你讲一段足感动的话，迄时就即款的思想啊。伊安尼讲咧，伊讲吼，咱是台湾人，头伫台湾天，骹踏台湾地，目睭看是台湾的风景，耳孔所听是台湾的消息，心我所过是台湾的经验，喙齿所讲的也是台湾的话句，所以咱爱用感情的笔来彩绘台湾的文学，真感动，拍只鼓啊，结束。今仔日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所以我诚济讲无着，但是总是呢，你若第一遍听到即个阿娘的话，听到咱的母语，听到咱即个土地声哨的，我相信呢，你感觉以后咱来讲台语无水准，粗俗低俗，甲拜无西上，我想你应该爱甲精了，对不对？无影无食，无影无调，而且是拢无了解啦吼，所以我定咧想一句话啦，一个人若是哪有偏见，哪有傲慢。这样偏见傲慢，就是伊对一件代志的认知无够，因为认知不够，所以伊会傲慢有偏见。伊若真正伊了解的时阵，伊讲有影，即个阿娘或即个母语，咱爱好好珍惜。好，我今日讲到这，多谢在座各位，多谢支持。